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欢喜来呢个节目。哦，乡亲朋友啊，你有按样个镜头无？个造型欢喜来个时间哦，经流鼻水哦，流毛天吼，啊你看线上是袂讲啊，你鼻讲高面呐，系冇咧是规只弯个时间吼，当因为有开始用你拔下个镜头要好养宠哦，没有按样个问题，基本嘅你都好好讨论一下，加加了分享你基本个线上其实系车启准线上分享。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栗上岸诊所的车启准医生，今日真欢喜同大家来分享过敏性鼻炎跟气喘的知识，谢谢。先生系头粉人，嘿，头粉，顾总你是一直以来都在头粉，头粉。我喺苗栗台，他们都头粉，看呀吼，27年。27年，一般来讲吼，跟以前嘅事情，像喺以前嘅时代叫迄个啲嘅看呀研究嘅时间，公司才发觉几片嘅总头嘅人，大家都认识你，有冇？顾总你要知道头粉嘅人，大家都认识你，會冇？單就識到嘅啦。跟你哋失聰，迄個你行到啲失聰，也行喺路上的時候，會唔會有青島嘅鄉親朋友？哎呀，車先生，你來第一樣會冇？下邊會讀到啊，唔過咁聽單戴口罩啊。啊，超好，因為你看現場嘅時節，現場都戴口罩，故說可能你平常用真面目看人嘅時，大家可能啊，你就會車先生哦。不過真人感車先生啲暗影嘅地方哦，頭髮都壓片對台北來錄樣吼，同你嘅鄉親朋友來分享青島青有用嘅知識啦吼。不過基本嘅我講係乜嘅，就係大家一般來講。直接去講嘅就係比如講過敏性鼻炎，也係講氣喘哈。不過一開始我先講我自己好了，像我就會過敏性鼻炎嘅患者。我早上起床的時候，就會先用青島嘅鼻神紙，一直流鼻水。係講有時候唔係早上，有時候晚上或者半夜起來。偏瘦嘅時節就開始流鼻水，清癢蟲嘅時節呢，你就要用衛生紙把鼻子塞住，清人家很辛苦誒。佢說要青島人都高面蟲哦，錯，就他們主持人講啊吼，過敏性鼻炎啊吼，都一下按個春天啊，個春天面濕邊吼，嘿，就是就落太陽，下出頭就太陽吼，一下瘦，一下冷，一下燥，一下濕吼，安尼。反應嘅偏發吼，啊過就一下凍到花粉，灰塵也凍到，塵蟎也凍到。嗰時候春天啊，吼，過敏嘅病人吼，突然間變得凍到啊，過敏就是屁股嘅話，就是打哈欠、鼻塞啦，吼，流鼻水，全部都有，吼，造成大家動態不方便啊，不方便。很咁，怕被打人天發啊！一下個啊，他就衛生紙哦，一個錢哦，我這一辛苦操。黑毛就哈欠我打不停，操，唔係一擺停，就哈欠，個哈欠唔會停誒。就係過敏性鼻炎的輕典型的症狀，輕典型症狀就打不停。一下過敏的話，出咗屁股，下邊木柱咩會癢啊？木柱呀，結膜也會過敏木柱屁股還有高面清癢蟲嘅人啊，喺講你款線上嘅時間，你還蠻講發現，就會講唔高面係冇，你會點咯？想講你可能嘅木柱鴉片就會糊，青島嘅糊係講裡面睡不好，睡不好，就唔拉爆啊樣人。食菜以後會按嚟講啊，因為過敏嘅人局部臉部嘅血液循環個淋巴的回流不是那麼好，會造成咁嘅黑眼圈啦，大家一般有按嚟講法。啊，你就底啊，細妹你就很介意有黑眼圈嘛？因為有按到嘅眼膜，就是哎呀，想講哦用一下，結果唔高面黑眼圈要清癢蟲。唔過既然講原來其實第一台灣高面嘅人係青島嘅哦。根據調查哈，青國嘅調查，台北市曾經調查過有90%的那有過敏性鼻炎，個比例很高哈。或者說這個普遍性盛行率是很高啊。癢蟲突會發看個人的體質啊。錯，不過現在有更多嘛，空氣啊、換季嘛，對不對？還有花粉，錯嘛。不過要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大家就會抵過敏源。錯。然後有時候會抵自家嘅過敏源係乜解，對不對？米啥因過敏的原因當多啊，真正有過敏分成過敏有過敏源的過敏，沒有過敏源的過敏。
好，要有过敏源的话，太家就懂说个清蝶就会尘螨嘛，尘螨根据一个台大昆虫系的高中研究发现了哈，台湾75%乌卡因乌卡就有尘螨啦。他妈吃东西不卡清楚给尘螨。尘螨经常很多干的踢毯呐，吼窗帘呐，吼个创造那个膜膜呐，吼个底部尘螨多。还有黑面像你睡觉的时候，你给皮蛋啊，有没有那些东西要常常换洗？黑某该嘛有尘螨的问题。尘螨哈，对尘螨哦，除了尘螨本身过敏啊，尘螨的排泄物也是很强的过敏源，而尘螨的尸体也是很好可怕的过敏源哦。台湾1公克的灰尘底部呀哈，有2500只尘螨。过说尘螨的数量很大，其实先生也按讲，我知道我呼吸的时间尘螨都被我吸进去了，我知道我的体内应该很多尘螨的尸体，我就按个讲到，真的是过敏的，会让你过敏，因为尘螨是青葱也有青葱的过敏源，那其他纯田的话有发粉然后霉菌啊，或者猫狗的皮毛呀这也一常见的过敏源。所以个东西也有啦，都会看形容一个过敏嘛，所以皮肤的过敏，比如有种你是卵的时间，卵啦，海鲜啦，饭条，炒要一多年会过敏。那特上你对某个东西过敏了哈，太讲你的体质冇重要，做的是检查过敏源，安尼。不过讲到呀过敏源，就会同太讲一开始就先简单的讲一下，其实你都得去了解你的过敏源是嘛，你就尽量去避免，比如你是卵的过敏就。可能不能吃蛋，对不对？对。那尘螨就太讲可能要整理家里要它强力啊，对，用热水去清洗被单或者保持干燥，因为尘螨它以最适合的环境差不多20到30度，湿度的话超过60到80。那时候你如果除湿机开到50、55，它尘螨就不容易活啊。用热水洗被单的话，或者是吹风机把它吹一吹，那尘螨也都会死掉。你填个时节就会拿去晒棉被可以清爽的最好的方式。绿色，对。你公共形成有功能，其实换季的时候也会过敏，对不对？可是换季的时候，是不是像有很多的像气喘的患者也会发作？因为换季的时候就还是温差嘛，灰尘嘛，这2个还是最主要的过敏，最大的过敏。对。那加上感染，因他们有统计，卫福部统计2013年12岁以下的过敏76%是尘螨啦，37%是温差的变化，另外30几%是上呼吸道感染。有病毒感染的时候也会诱发过敏。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过敏的原因。对，像有时候换季，像刚刚现场有说到嘛，就气温度的变化，也还有季节的变换，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气喘门诊也会增加，对不对？气喘的患者这边有讲到，就是说一般来讲要如何知道诊断有没有气喘的问题？是。先后诊断了就给人不好呢，休个一轮，行一轮，当然你就底下不好自己也听得见呐，自己也听得见，旁边也听得见，有时候看下摆看到安尼片，你们真想提天数提透去啊，真嘅，很辛苦啊，安尼讲两句就安尼紧张所以真辛苦还要看严重的气喘他不要水某个时间夜咳酸嘛。大部分唔要安尼表现，大部分喺度促来表现，用暗部头促或清晨一起来的，一起床的时候会咳嗽。那个时候咳嗽，一咳就是安尼期间如果是超过4个礼拜，而且常常发生的话其实大部分都同跟气喘有关的大部分同气喘有关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唔可以寒到感冒才会有安样给错给问题。不是说黑公兄经常讲你每天早上起来的一个时候，黑公你有这样咳嗽给问题连续4个礼拜，其实你就会看心上，去了解黑乜嘅问题。你去看心上，请注意用个心上个听诊器来听有到心上意外。诱导本身按糖膜也就糖在很漂亮的喷东西喷个风车啦，喷个那个一喷它就又出来，一下就诊断出来了，很明显，对，因为
有的病人没办法配合讲深呼吸，也没办法，你很易破那你就深呼吸，安尼就好，你糖豆还有糖豆，安尼咻咻滚的声音哈，8、9不离10，大部分都是过敏性气喘或者是感染引起的气喘这样子。我说当然大家会问啊，在都在包下黑嘛该原因引起的，其实跟原因有轻度哦，环境的因素也很重要哈。不过更多鸦片很黑有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基本也同大家来分享黑过敏性鼻炎跟问题，要气喘的问题。不过呀，还是请大家聊一下，等一下，种种的好好的讲一下。好。到分享昨天绕墙到车先生那个节目第一度，老大家来分享吼，其实咧哈当因都会有个问题是过敏哦，比如讲个过敏系某属于薄哈，像我自家个过敏就很严重哈。不过上一段节目大家有讲到就会你的薄哈嘅问题成因，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几个原因，对不对？薄哈大家人薄哈，太人生人薄哈嘅原因差唔多，差唔多，ที่จาก就碰到过敏源，好，譬如你对尘螨过敏，对花粉过敏，或对一些草类的过敏，这些东西如果堵多那过敏源的话，你个气管就会缩起来，缩起来的话，空气不流通，就按你咻咻咻就会过敏，碰到过敏源哈，好，环境的刺激，如果譬如说你二手烟啊。某种你心脏防护的个热气当做甲醇啊，你当刺鼻的油漆味的话，按用也不会，按也不会，有的人按的话也会引起过敏，而且办公室也蛮常见有这种情形。我说二手烟也有可能会引起过敏，就是二手烟会引发你气管的痉挛，造成过敏的情形发生。对对对，也会造成气喘。另外就会太嗨了，情绪上或是太激动，有些小孩子就是比如说考试到压力大，或是嗨的过度的时候，那个时候过敏呀、气喘呀。不会，贴保险也不会，贴保险也有可能会有。嗨过头，因为佢生日开 party 开到一半，像他嗨到玩到过头，就也是。看天样嘅时节会看到哦，就会有没有商业嘅时节开一个舞会、开 party， 大家搞到清保险是哇很嗨嘅时节，有可能发生嘅问题。对，我出来这样喷，又做转去搞。哦，好幽默。我讲现在有讲喷的，又再回去玩就对了。比如说家是供应了，就会一般气喘的成因啦。不过更重要，其实气喘有很多的治疗方式。严重点做当有轻度喺身上待落嘅，就是像喷剂。对，实在讲喷剂气喘治疗里边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啦吼。当然还有其他的啦，他们一些生的白山系的拮抗剂，可以用吃的很多，像心瘤也做的有帮忙。做的是药嘅，是药嘅，找，刚刚你气管痉挛的时候哈，做的是一些茶碱啊，某是贝塔的那个亲和剂，对，也可以让你的气管松弛哈。对。你讲有个轻有意思嘅问题而问的，就跟拜看天样嘅时节有冇？就有你嘅气喘发作嘅时节，都找不到那个药，有没有？这个喷剂好像就很紧张，轻定种，然后就是常常会变成那天样敌度嘅清刷嘅电影情节。或者说后面你增进气喘清氧，从给你按用嘅喷剂，你就是随身携带。对，经常看到就看情况就。皮包的斗车的按出按的情，也可以看天样嘅情节，紧张要不就会皮包抖，然后情绪刚准按喷，给喷的药呢就单迄亚种，亚种，某种亚种亚两种的气管扩张剂。气管扩张剂呢，你天天拿来喷落去的话马上个支气管的痉挛就打开了，就它会舒缓，是整个就会很舒服然后你就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嗰时候张我讲按紧急，他本因为就他人讲啊，情绪紧张，也无咩，参加这种情形又动紧张又起唔到，就开始很难过。嗰时候就会按呢发生按呢。他在动作天阳底部，天阳底度走不过跟旁边有个圆圆的，这个也是一般的
喷剂吗？哦，是，跟喷剂基本上，气管气喘的原因，除了跟肌肉挛缩以外，还是有一些发炎的成分。哦，发炎、过敏会发炎，感染以后也会发炎，发炎以后哈，跟气管的管壁的黏液会增加，分泌物会增加。按那法哦，就要让它发炎能够莫按严重，控制发炎才是青葱药治疗的基本啦。假使讲你讲总会从个支气管打开来，它可以让你拥有个症状缓解，但是没办法治疗气喘，没办法治疗气喘。歌手给主要有个类固醇的喷剂。哦，个类固醇的喷剂有当多种，已经进走进吼。太甲糖豆类固醇就会讲，按等一讲哦，类固醇。太甲会吃到轻等一讲，因为一般人的迷思就会吃到类固醇有轻后的副作用。哦，吃菜类固醇是本人污名化。其实，在从医学当过去应该当重要的药的吼，当到个那个假使讲气喘当严重呀，类固醇的跳慢有下摆会。错过那个急救的时间，会造成要增减青虫药，因为有青豆跟研究会因为相关去食药的时间，会吃到低度有类固醇，大家就会吃到，哎呦，那我不要，因为那有类固醇来抹。结果其实公司才发现上，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讲到啦，黑公有医师的指导，然后适当的用量、适当的控制，其实对你係好嘅，大家唔是講。所以先生講嘅，黑公你冇用，結果你高提嘅一個時間，你再來用，其實它搞不好更嚴重。為時已晚。像對啊，一些有名像我們鄧麗娟啊，這些我覺得假使講平常會有好好控制的話，就可以避免一些比較太臨時的突發狀況嘅問題。對。那仲有第二種按類固醇的噴劑哈，平常就會噴啊，保養哈。平常就要。那我問一下，現在黑公平常，比如氣喘總是有發作的時候，黑公平常就就後話冇乜問題，然後剛剛冇乜問題，完全沒有症狀，那我平常要還是要保養，所以還是要噴的類固醇是這樣子哈，噴的些假個平常發炎的。氣管的管壁，還有一些水腫都會消失，減緩，因為那東西是慢慢的消失哈。是啊，你當然噴啊哈，因為噴的劑量啊，幾乎係攝了1/12左右。哦哈。呀，一罐差不多400個微克哈 ，microgram 哈，加個劑量總係1/12的平常攝了這樣的一個類固醇的劑量。或者跟人家400麥可以噴很多次啊，是。嗰時候幾乎唔可以講造成講乜嘅常講類固醇引起的那個水牛肩啊、長不高啦，都沒有不會有這種情形。變皮。不會超，冇安的情形，月亮臉，超，不會有這種考慮。也係報告大家已經研究到一清楚嘅，不過其實真嘅可以再一次的同大家的分享吼，迄講你大家有講，就會講有按用嘅迷思，會知道講輕後期大家還是要注意，其實就是你要固定的跟醫師討論，配合正常的使用就做得咧。不過大家有談到一個清楚嘅事情哦，就會迄講你平常時就有氣喘嘅問題，時常可能會幫你食藥嘅係一種方式嘛，當然聽一種就會噴劑，那噴劑的量其實係比藥物的量較少嘅，它吸收量很小。不過以前啊，就會吃到講，可能係空天養回給然後吃在太高會吃到講，你有整條嘅時間你才要用嘅噴劑，其實唔是，還有平常就要保養，對，讓它的發炎，對不對？就是可以更好得到治療，是治療，不是只有減緩它症狀，而是對平常就要這樣。對，所以其實這就是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今天新醫師帶來的這個噴劑，可能青豆給熊朋友有看過，黑公牛氣喘給問題。第一個其實那個比較大的，就是可能係聲飲用嘅，對不對？對，輔助聲飲的，冇辦法用噴劑。一些輔助，對，然後最後一個那個眼嘅，這個就它貼片，然後我就問先生講，為什麼黑眼先生講按用怎麼樣比較？聲音可能較歡喜啊，當然他們玩具用了滴滴以後，
夹上的哦，我说佢嘅功能係強用嘅。强用，其实也还属于比较好的类固醇的喷剂，它里面还有一个贝塔的那个亲和剂，比较长效的，所以其实效果比较好。对，所以其实这就是卡定一下听听哈。好，我们帮大家做个总整理哈。其实这边刚刚有朋友可能都有看过就是这就是气喘药物的一些分类。我们统这个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些药物的控制哈，喷剂的控制，这是很重要的。故说呀就会气喘给问题哈。不过讲到气喘给问题，我要先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过敏性鼻炎的人，黑妹有时候也会好像用类似那种喷剂，可不那两种喷剂一样的，就是也是类固醇的喷剂。那也是，有的你黑鼻塞哈，鼻塞的话，你能用个喷剂，黑血管收缩剂。对，喷了以后就很快就舒服了。是，但是那个收缩剂不要超过7天。好，按连续喷7日的话，超过7日的话，它可以喷在访单上面也会写，可以说明得很清楚。你连续喷7天的话，本来血管要收缩的，后来反而不会收缩，就变成药物性的。是抗药性那样的概念，因为它血管就是没有办法药去了，没办法收缩，反而会变成扩张，那比赛会更厉害。哎呦，那真的要注意耶哈。不过其实公司才发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式，其实还有轻度种啦，哈，比如讲晕胎，有讲晕痛也好啦，也係講食藥嘅哈。所以鄉親朋友到底你容易鼻孔有過敏嘅問題，容易咧治療，平常時容易咧做咧，等下咧，你做得好好咯，線上咧討論一下。所以等下咧，請你嘅鄉親朋友先聊下吼，啉下茶，準備一下，等下好好咧了解下到底過敏嘅鼻炎容易咧預防到治療。今日เรา大家來討論嘅係呢個氣喘，不下到過敏性鼻炎、過敏嘅問題哈。講到呢下其實大家可能就是平常時啲嘢可能眼倒停停哇。看基本嘅節目啲也是好多嘞，第一個東西就較多誒。唔過講到那邊，我們一開始上一段節目，大家有講到，其實氣喘有噴劑，我們先生講，跟鼻子溝妹也有噴劑。是的。對，可是剛講好重要哦，就不能連續噴7天。那個是屬於血管收縮劑的噴劑。是。噴那個某胸用，壓鼻子的噴劑的話，也是類固醇噴劑。壓類固醇的噴劑也跟同氣喘的胸用，它局部作用在局部，幾乎吸收的吸收的劑量懂些啊，吸收的劑量懂些，嗰時候可以平常可以，因為佢本身也係有發炎，那發炎的話，你用個按的噴劑的話，類固醇噴劑好好噴的話，可以減緩發炎，是，發炎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真嘅，像我嘅問題就係我平常會過敏嘛，唔過平常時也沒有在吃什麼藥哈，我們這邊要講到嘅過敏性鼻炎嘅吃療，就是這邊第一個就是食藥嘅，唔講係有冇食藥，真有意思哦。基本有6樣之前啊，就是同先生講，我先生有過敏性鼻炎嘅問題，先生說跟你有人治療，我說咁也有治療呢，我就想講可能可以調我的體質啊，故說我們給來講一下，其實可以有治療的方法，啲鴉片是，治療講冇吃療也超啦，你假使講反筋啊，做的控制都懂後，最主要係灰塵跟溫差，還有避免感染嘛，家下來講啊，溫差、灰塵、感染3件事情，擘該清吼，戴口罩清吼，戴口罩，戴口罩清吼，避免不要出入公共場所，那個冇必要發莫去公共場所，你那個冷氣房進進出出，你一個口罩戴着，就屬於恆溫恆濕嘛。對，所以環境的控制哈，眼鼻嘅那個藥嘅藥的話，乜嘅還係較有效、較重要。然後被單洗很乾淨，然後窗簾常常洗，有寒嘅時節就會曬太陽，對不對？我還要給對，然後也減少一點點過敏源，哈，黑公你黑引被塵蟎嘅問題，就可以減少一點點暗湧嘅問題，對不對？各位吃得好、睡得飽也很重要啦，讓你的情緒較穩定也是可以穩定這些過敏的發生。有青豆給你們樣同來講，他說你就去游泳啊，
你去游泳，你去运动。青岛人讲，爱咩高面青洋葱，讲系就去游泳老运动，系就好诶，就会容易爱用讲。运动当重要哈，啊，其实高面的翻杂哈，青岛运动系游泳，哈，这是呢游泳。噶主持人也问来讲，高面的人气喘的人都在运动冇？当到奥运金牌系气喘呢。嘿，当到奥运金牌，所以。过敏人，你当然都得运动啊，哦，啊，不过你要给所有的过敏的，好好的控制。是，哦，你那讲真正讲过敏很厉害、气喘很厉害的时候，尽量避免讲有竞争性的，同你比赛一天而养啊呢，竞争性的激烈的运动，情绪的影响也是会有，各种方面那个是不好的啊，身体上也有时候。它把会有，恐怕有那个危险发生。我觉得高面真的是一个轻复杂的问题哈。有时候我去看现场，给谁本现场看啊，现场就会讲，哎，你不用看了啦，你不会好哎，就是说啊，过敏不会好，这是一种方式。有听一种就会讲，哎，我跟你讲哦，哈，我同你讲哦，我去滚爱，对不对？比如青岛给你去滚爱，比如像是较干燥嘅骨架嘅时间，那我有冇看现场，给平就好哎。对，主要係。环境的变化啦，哈，离开安那个又烫湿，烫湿，安那温差变化很大的那种环境，如果干燥、尘螨少、灰尘少，就较得。啊，不过国外啊，哈，较多过敏是因为花粉，花粉过敏可能会比台湾较多的会，对。要不然有更多一个减敏疗法，就是你找出你的过敏源。对不对？好，以下过敏原的检测要一方面出现就低的哈，假使讲太加常呼吸道过敏真困扰嘛，对，呼吸道就鼻子啦气管啦就不好，那过敏原亲常见的还是尘螨，嗰时候你的同个尘螨啦，好过敏原拿来稀释，稀释也好哈，然后针对你这个过敏的过敏原，然后把它稀释的。过敏原，它打到你身体里面了哈，用起它产生抗体，好，也可以减少你过敏的严重度。有些人是采用这种方法在治疗过敏。不过有一件事情，一听就会同大家来讲，就会鼻涕倒流。这个真的很痛苦，就因为你睡某个时节就鼻涕倒流，你就睡不好。对，睡不好跟过敏有很抗氧冲。对，所以鼻涕倒流也是在过敏性鼻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对，过敏系主要有分泌物嘛，哈。对。分泌物有的鼻涕，太讲你的鼻子的结构冇办法均匀，有的人的鼻是向前流，有的人的鼻如果上鼻夹、后鼻、上鼻夹、中鼻夹，有些人是有的人的鼻黑，所以冇搞流到半米稀。对，而且会卡在中间。对，不上不下。如果说是感冒、鼻窦炎的时候，安尼情形很看严重。很看严重。过敏的因为鼻黏膜它水肿很多的比较容易并发鼻窦炎，因为会阻塞。是。嗰时候假使讲鼻涕倒流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水膜，水膜衰了就他们唔讲诶，还有含较会过敏，含较会过敏，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嗰时候好好的去控制个过敏性鼻炎，系当重要。有些人工作用生理食盐水塞个鼻孔。是用生理食盐水洗鼻孔啊，也做得，因为佢安尼做嘅话，加个鼻孔底部嘅一些过敏源啊、花粉啊、尘螨啊，可以洗干净。个有一些细菌也可以同时被洗掉，可以清洗你的鼻腔，让它主要是让鼻腔保持通畅。是有些分泌物要做流出来，安尼对过敏也有帮忙。对。真的就知道反正过敏性鼻炎就是真的很辛苦你胸口那你做唔得透气就已经很痛苦了，跟鼻塞一样。跟你做唔得透气就算了，然后鼻水又一直滴清氧冲的时间你站在那里跟鼻水都可以踢奶红，就是会清氧冲，然后某都给踢奶红的时间又是在这个后面有卡住，有没有？
清辛苦嘅一种嘅片，你讲佢爱用嘅片唔係唔用嘅，唔过就清定人讲就错嘅。故说哈，我们同大家来整理一下哈，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其实不管你係氣喘嘅問題，也係過敏性鼻炎嘅問題，其實日常保健很重要。前面有講到，其實都日常保健嘅方式，譬如講運動呀、黑嘛，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哦，對，譬如第一。要不有共同嘛？居家環境保持乾淨。哦，對，黑某就會經常講給戴口罩。口罩是很好。然後保暖，不要讓自己一下冷。溫差。溫差，對。黑某就為什麼說大家說換季的時候或是溫差大的時候，大家就會知道哦，一下子就流鼻涕這樣子。嘿，還有就是經常講呀，避免接觸過敏源。哦，過敏源對。這個也很重要哈。然後呢，還有這邊氣喘，大家會提哦，迄個牛青洋蔥嘅保下嘅問題，經常有講到藥物要隨身帶。唔該，考試一下，問一下鄉親朋友哦，喺平常時冇嘛，喺針灸嘅時間，哦，要用藥嗎？要，這個很重要，很重要哎。這個我一直以為像噴劑那種嘅東西，就是有問題的時候才用哎。所以不是，其實不是的。要控制氣喘是。對，哎。就會看天樣偏給啦，就會把它到清陽做嘅時間才要用。哦，我覺得這個很重要，運動。對，大家講高美嘅時間，形成有夠嘛？游泳。游泳，嘿，最後因為看冇灰塵啊。看冇灰塵，跑步也做的嘛。跑步可以啊。其實就是運動嘛，對不對？改變一下你的體質。對，最後一個形成，這個是嗎？哦，避免。食病嗬，一講起來也係，有的生也不准食病啊。假巴講會過敏中的食品，安尼童年食材也以青菜糕，因為有隻對有隻董有名小兒科醫師講，佢過敏身形加媽媽不准佢食病，佢都各種佢都會特色到病哦。如沐春風就哇，很清輕風。不過其實這只是幫鄉親朋友整理一下啦。對，其實還是要看你個人的體質，對你的體質。假使講唔是病是了呀，哈，我錯，那就不要吃。就莫輕易嘗試。如果喺冇安尼情形啦，哈，食材也冇安尼絕對的禁忌。絕對哈，建議一下。對對對。好，給鄉親朋友看基本嘅節目聽錯對，基本嘅解資料、解知識就動態解收喎，所以大家會非常感謝伊，解請欣賞感謝伊，按住些。好，鄉親朋友嚟聽呢，來做運動了。